微軟 Microsoft 嘅始創人 Bill Gates 喺哈佛大學讀咗3個學期，便決定輟學而創業。如果係中國家庭辛辛苦苦供書教學而入到哈佛大學，3個學期後唔讀了，家長一定暴跳如雷。另外一個例子，美國電視著名新聞主播 Walter Cronkite 對父母話自己喺電視台報道新聞，佢父母認為呢個係乜嘢職業，好似唔係太出色。而家呢一代嘅年輕人打機都可以出狀元，國際電競比賽嘅獎金好過打工。所以如果你嘅孩子醉心滑板，並非冇抱負 ambition， 最怕係乜都冇興趣。我一個朋友用盡人際關係成功把孩子送入名校，但孩子完全冇心向學，即使父母請咗4位補習老師，結果 DSE 考到1分，獎勵 reward 係驅使出色嘅動力。為咗達成目的，需要計劃、專注、努力、犧牲，關鍵係目標唔好太大，比方必須攞諾貝爾獎，所以只要令孩子感覺被獎勵。在此，神經生理學叫多巴胺 dopamine， 不過不能隨隨便便去獎勵，呢叫溺愛。將來一旦遇到挫折，便無所適從，但亦都炫耀太嚴厲，否則孩子可以用旁門左道方法得到獎勵，例如吸大麻。總之，中國人家庭思想比較狹窄，又叫死板。例如大學必須畢業，否則父母會斷絕關係。點樣可以令孩子保持努力？答案係每日都有多巴胺而自動自覺。呢方面嘅保健食品叫牛黃素 Taurine， 一個可以掉入嬰兒奶粉內嘅食品，